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异想贪欢。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。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皇上，郑国夫人到。臣妾周氏参见皇上。你下去。是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朕今天呢？皇上，臣妾有话想说清楚。臣妾是祥妃，皇上可以占有我，但臣妾的夫君不是孟昶，请皇上白纸黑字写清楚，保臣妾的夫君一切平安。你误会了，朕找你来，只是想让你看样东西。你过来。她是臣妾的姐姐，还是华蕊夫人？这张画像已经跟随朕很多年了。那就是臣妾的姐姐了。皇上，你不用害怕。既然你是娥皇的小妹，那朕一定会把你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。李煜虽然可恶，但你毕竟是娥皇的小妹啊。照你来，朕是想知道娥皇过去在唐宫里，她的生活起居如何，心情是否顺畅。你入宫之后，娥皇她还跳舞吗？她后来跳得很少了。哦，皇上。啊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娥皇，朕对她用情很深，一生都难忘。但是李煜却轻易地背弃了她。娥皇真是不值啊！皇上，都是臣妾不好，是臣妾爱上了姐夫，才使姐夫成了始乱终弃、用情不专的人。臣妾的夫君不是无情的人。姐姐死后，他一直自责，很伤心。皇上，你要怪就怪臣妾好了，你不要再怪臣妾的夫君了。他丧妻亡国，他的心比谁都痛。皇上，你不要再为难他了。皇上，你要下罪，臣妾愿意一个人扛。你要判死，臣妾绝不求饶。臣妾只为丈夫求。好了，快起来吧。朕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，也绝对不会因此而加罪于李煜。你放心吧，和你聊一聊娥皇，只不过想减轻朕对她的思念之苦啊。皇上。好，这块玉佩送给你，就当朕认下你这个小妹了。
怎么，你还是不相信朕吗？佳敏叩谢皇上圣恩，叩谢皇上圣恩。好了好了，快起来吧，起来。你现在总可以放心了吧？你听着，朕与李煜之间的事，与你是不相干的。可是他是臣妾的夫君呢。你们姐妹真是不同啊！你比姐姐更会争取，也敢争取。张公公，娘娘，多谢公公相送。啊，这些银子，请公公喝茶。多谢夫人，夫人走好啊。哼，真小气！走走走。佳敏，把佳敏还给我。佳敏，国主，佳敏在这儿。国主。其实，皇上是个正人君子。他一晚上谈的都是你和姐姐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他对姐姐用情这么深，也是因为姐姐，他把我当亲人，当妹妹。国主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国主，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佳敏真的好伤心。佳敏不会离开你，佳敏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其实这段日子，佳敏过得好幸福，因为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国主。我们像平凡人一样，过着寻常百姓的生活，这才是佳敏想要的。这才是佳敏想要的。自古英雄如美人，不许人间见白头。朕真是大不如前了呀！想当年，朕随周世宗伐北汉，大小阵仗无不身先士卒，以一当百。可现在呢，才落了一次马，就头疼不止。看来啊，朕可真是不负当年之勇了。
事儿啊，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呀？哎呀，不瞒王爷说呀，小的自幼净身，这饮食男女、人生大欲就只占了一半啊，这另一半是怎么乐也乐不起来呀。得了，有什么不顺心的啊？凡事都想得开一点。来，喝酒啊，喝。来，晋王，不是小的想不开，嘿，是皇上啊。哦，这倒新鲜了。有关皇上，你倒是说一说。晋王，小的跟别人不一样。哎，说句笑话啊，哎，小的是比上有余，比下不足啊。哎呀，公公啊，哎，你说这些跟皇上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小的多嘴，那江南祥妃郑国夫人，也算得上是天仙下凡呐。啊，说的粗点啊，这是要脸蛋儿，哎，有脸蛋儿啊；要身段儿，哎，得有身段儿。瞧过的都说她像小花蕊夫人，可就是不明白啊，为什么皇上把她召了去，又白白的把她送回去了？这，哎，您说说啊，这瞧在小的眼里，哎，这皇上真是暴殄天物，对，暴殄天物。你懂什么呀？那叫世恩，那是跟李煜套交情的。哼，哎，太矫情，没劲。哎，不过小的猜呀，也许皇上对花蕊夫人是3000宠爱于一身呐。既然这样，晋王，嘿，你不如要了那个小花蕊郑国夫人算了，不要再去想花蕊夫人，坏了你们兄弟的感情啊！怎么了，晋王？别说娶小花蕊夫人，现在就是连见她一面也是很困难。你还记得那一天江南请降的时候啊，在大殿上，皇上对文武百官说，没有朕的皇命，任何人不得与李煜及其家眷进行接触、来往、探视。哼，你听听，这个话是冲谁来的啊？那是专为本王而立的，冲着我来的。看来，皇上对我和花蕊夫人的事早就有戒心了。哼，想跟皇上求郑国夫人，做梦。是吗？的确，我凭什么都得让？光义啊，待会儿你要是输了，朕可要罚你的俸禄，给大伙儿添菜啊！行，好意思。好，哎，真臭！没射中啊，大哥，我再多喝2杯，我肯定会射中靶心的。哎。好，再来，把剑给我。夫人，夫人，
我不是故意的，快点救他！夫人，夫人。夫人，人人都在传，晋王根本就是借酒装疯，故意射死花蕊夫人的。可是花蕊夫人是宋皇帝宠幸的女人，晋王都可以一箭射死她，那我们的命岂不是比蝼蚁都还不如？说的是啊，可宋皇帝为什么不惩治晋王呢？人家不是说他最公正无私了吗？晋王是他的兄弟呀。孟蜀夫妻，终究还是难逃一死。说不定，哪天就轮到我们了。啊，国主，国主，你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！没这回事，您福大命大，谁死了您都死不了。好了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你们俩先下去休息吧。是。哎，走吧。佳敏，有很多话，或许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但我还是想跟你说，这辈子能够认识你和你姐姐，是我最大的福报。只可惜，我没有让你们过安稳的日子，尤其是你。被我拖累了，背井离乡到这么远的地方，我对不起你。国主，臣妾不要你说这样的话。臣妾说过，这辈子你去哪里，臣妾就去哪里。臣妾不要跟你分开。你知道吗，佳敏？是你让我还有活着的感觉，让我能够流泪，能够有回忆，能够梦回故国。哪怕这其中只有伤痛跟苦涩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这一步。虽然生命已经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但是我没有坚强下去。国主，臣妾不害怕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佳敏不害怕。哎呀，二位再快一点，皇上已经等半天了。哎，王姐，王姐，王姐，哎，王姐，这皇上除了召我们两个，还召谁了？哦，曹彬。曹彬，你说皇上会不会处置我呀？不会吧？有我们两个外人在，情况不会太糟的。走吧。啊，好，走。
是无情无义、无血无泪，你处处都跟朕作对。朕宽大纳降，怀柔远人，你却毒死孟昶，三番两次的欺负花蕊夫人，还有连燕娘你都不肯放过，你说你还是人吗？朕念在你一母所生，兄弟之情，才对你一再容忍。可是你却得寸进尺，无法无天了，居然还装醉，一箭射死花蕊夫人。你知道，你这一箭是射在朕的心口上，是射在朕的心口上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你知不知道，臣弟的心比你还疼？皇上，您说什么？说什么宽大纳降，怀柔远人？我看，根本就是你姑息养奸，自欺欺人。那些人哪个不是包藏祸心？不杀，就不足以为江山社稷除后患。臣弟只不过是在给你清君侧，远小人罢了。你给朕住口！放肆大胆！曹将军，不能进去啊！到现在，你还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吗？你眼里还有朕吗？你当初要花蕊夫人，朕把她赐给你了，可是你并没有珍惜她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她。皇上，你在臣弟的眼中，再也不是以前的大哥了。你不但英雄气短，豪情尽失，你居然为了区区一个妇人，搞得你神魂颠倒，心神丧失。大哥，你这像一个明君吗？啊，你跟那孟昶有什么不同？混账东西！混账东西！朕打死你这个畜生！朕今天要打死你这畜生！朕打死你这畜生！来人呐！把这畜生给朕抓起来！把这畜生给朕抓起来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息怒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息怒！请息怒！万万使不得呀！朕不准你们替他求情！朕今天要是不办他，就不足以明五伦。朕刚纪！皇上，请听微臣一言。皇上，晋王所为或有可依，但是他下狠心劈龙鳞、除奸佞，也是为了大宋的天下呀！赵普，你是不是要朕连你一块给办了呢？皇上，臣死不足惜。可是皇上，你难道忘了太后临终前所定下的金匮之盟了吗？臣已将此事告诉了晋王，微臣的意思是让晋王尽才尽能，让他辅助皇上统一天下。皇上，晋王可是储君呐，请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赵普所记，太后所托，臣弟早就已经知道了。皇上是想装糊涂，还是不想认账？朕明白了。原来你们两个人早就已经串通好了，要逼宫了吗？皇上，你们等不及了是吧？金匮就在这里，你们既然如此心急，上前来拿！
春意阑珊，独自莫凭栏。词太优美了，朕忍不住盗用了。凭栏半日独无言，望去无限江山，自找愁绪。何必呢？那又何必登高凭栏呢？可以不登高凭栏，却无法不能瞥见暮春的愁惨。不论夜里或清晨，不想听，不想看，可是落花败叶的声音，不断地在你耳边回绕着。人生仇恨何能免，不是吗？你来，就是为了弹我的词吗？是羡慕你能写词。白居易说：“一想愁消值万金。”但梦总归要醒。这一想之后，愁又如何消去啊？能写的人，他的愁能够顺笔而下。写完了，朕想他的愁，也该去了大半了吧？你是上邦皇帝，又怎么会有愁呢？从来只有你给别人愁，别人又怎么敢给你愁呢？你也曾是一国之主，想必也有不如你意的时候吧？愁又岂会分地位高下与贫富呢？哼，话里还带着酸味儿，这如何还能与你谈下去啊？便宜都让你占尽了，还不让别人说酸话？朕占尽便宜了吗？说不定你得到的比朕要更多。如果现在要你跟我交换人生，你愿意感受这样的亡国之痛吗？如果生命中有娥皇，朕愿意。话要说得好听，文章要写得好容易，但是要做得漂亮，赢得尊敬，那就难了。如今江南在你的手上，场面话你要怎么说都可以。不管说这话是为了安慰我，还是要来损我，我都无所谓。你夺朕的爱，朕亡你的国，你认为你吃亏了吗？朕曾经是多么的希望，能够抛弃江山，带着娥皇隐匿山林。可是，朕能够亡你的国，朕却没有办法强迫娥皇跟着朕走。天下江山，虽然已在大宋的版图里，可这大宋却不一定永远都能够在朕的手里啊。今天朕虽然还能够坐在这个位子上，可谁又会知道，明天，或者说是后天，朕会不会被赶下来呢？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，全是虚幻一场梦。而你呢？你却真真正正的拥有过你的爱，你拥有过你们共同经历的酸甜苦辣，你拥有过你们共同的回忆。而朕原本以为有一个可以替代娥皇，可以填补朕这一生空白的人，如今都没有了。
朕剩下了什么？朕又赢得了什么呢？朕有个东西想送给你，打开看看吧。这幅画已经陪伴朕很多年了。你拥有的是真实的娥皇，而朕只能靠着它了为相思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继续留着它？朕已经无力保存它了。这幅画，除了你，再也没有人愿意替朕珍惜它了。想不想喝酒？来了这么久，你终于说了一句中听的话。晋王，皇上要小的传您即刻进宫。现在是。这么晚了，这皇宫就没有一点异样的感觉？没有。禁卫军有没有比平日多？啊，没有。晋王，去吧，是摊牌的时候了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皇上的意思？皇上，晋王到。臣弟参见。不必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把门带上。是。坐吧。想喝酒自己倒。家里可好吗？啊，一切安好。多谢皇上惦记。那就好。家是国本，先齐家，后治国。不过朕知道，当家辛苦啊，冷暖自知，不足为外人道哉。是啊，皇上教训的是，齐家治国。平天下，平天下，还有个北汉呢。朕想御驾亲征，可你们却又不肯。你说，如果换成你的话，你该怎么做呢？打！皇上，北汉必须要打。臣弟觉得此战必不可免，但是无需皇上亲自领军，满朝文武多的是可献策、可上阵之人，何劳皇上舟车劳顿、御驾远征？皇上，臣弟之所以反对，这也是关心皇上您的身体。再说，我朝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再次北征必定会有十足的把握。
皇上，臣弟心里诏提携臣弟，臣弟纵容硕，但是臣弟主上天下祥月从来就没有变过，这一点请皇上放心。为了完成一天下大业，皇上，你走开！你走开！皇上，走开！快走开！走！皇上，皇上！公元976年，农历10月20日深夜，一生情义坚固的盖世英雄宋太祖赵匡胤，留下北汉尚未统一的壮志，带着烛光浮影的历史遗案，撒手西归。赵大哥，这杯酒我敬你。一路好走。公元976年，农历10月21日，赵光义继位，是为宋太宗，改年号太平兴国元年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宋太宗继位后，大赦天下，李煜深受侮辱的违命侯爵位得以废除，并改封陇西郡公。然而他并没有欣喜，李后主更悲苦的日子在新皇帝继位后才真正的开始。皇上有旨，召陇西郡公夫人入宫觐见，着即梳妆启程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叩温。
守虞美人，被指思念故国而获罪。于公元978年7月7日生日当天，宋太宗赐以千机要镇杀。李后主薨逝后，追封吴王。小周后哀不自胜，亦自尽殉情。李后主，一个生错了帝王家的伟大词人，以一己故国之悲，写尽天下千古人士的无常之痛。他被誉为词中之帝，在政治上虽然失败，而在文学上，他却留下不朽的盛宴。江春水向东流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